喂，老沙，前几日有個新聞啊，街頭小巷啊，議論紛紛嘅啲嘛，係做個係唔對哦，翻貪污扣一條，我係議員做啦嘛，係咩講一隻議員，係講啊扣係4000件嘛，有就係乜凱兒出家，你看報紙買到太太啊，屌男太當官，二太當家，要賣出奇。老沙演啲啦，凱兒29歲嚇，嫁俾你隻71歲嘅拿督喎，你都傻嘅，男人70張開始，你看拿督啊，家財萬貫，有地位，有毛老婆，而家咧健強又靚又有身材，各有條件，各有所求，哎呀，怡情雅豔，咪得咯。睇你結咗年紀相差42年喎，之前好似兩廿歲一樣啊，要兩邊見到拍條到老呢。呀，老媽都死到90幾歲咯，而家有錢，事業好，處理好，又有後生嘅老婆照顧，而擔當人家15到100歲咩？雖然係啫，如果香港幾多明星嫁入豪門啊，都冇乜結果呀，老公行差。好肯然啊，出嚟爭先家噶啦，唔係每但啊都眼用嘅，拿督71歲，一天要日非凡嘅吸引力，也可能拿督咧嘅親切關懷，令到阿凱兒咧感受到人生嘅快樂同安全感。話雖然啲眼用啫，好多人啊，前輩生生祝福啊，後輩啊都笑之篤篤啊，阿嫂。也有能夠撥到社會熱憂嘅眼光嘅，係能夠舉行豪華婚姻喎。嗱，兩人當中一定要愛嘅，但係錢也唔少得啦。而看老年嘅結婚，好多都要智慧啊、才華，想尋得伴啊都難啊。冇講29歲，老實，你講得很有理由嘅喎。嗱，好啦，到天爺係有機會啊！我也簽咗29歲婚姻，本嚟要聯合咩？撩女是他用啊！